不一样，就是真实的我。一拉琴就能抓住目光和听觉。21岁的谢梦峰在民国100年获选两厅院乐坛新秀，还办了独奏会。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开场在最高殿堂开场独奏会，对，就是算是对家乡一个交代。回国短暂停留，又得征战海外。16岁时跳级到新加坡杨秀桃音乐院攻读大学演奏家文凭。这个台湾大男孩多年来都在卧虎藏龙的抑郁，顶着高度竞争的压力。压力会让人家成长。如果你是往好的方面去想的话，他就会有一股动力是推着你。改编电影《新天堂乐园》的主题曲，电影里的主角有段忘年的情谊，一如谢梦峰学琴路上遇到的伯乐知音。像我的琴就是新加坡的林先生赞助的，知名行家赞助的意大利名琴，价值高达600万，肯定的心意却是无价。所以2011年下半年，其实接下来就是要到瑞士去。我将去就读最高独奏家博士文凭。21岁攻博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再一次拿你自己精湛的琴艺来让大家刮目相看。我会加油的。很棒，真的。多谢，多谢你给鼓励。多谢你给鼓励，谢谢你的鼓励。以后按你好，别这么说，实至名归了。年轻的谢梦峰背负着很多人的期许，而勇于接受挑战的他，也非常积极，要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努力，争取自己的舞台。多谢你给鼓励，唔好安尼讲。多谢你给鼓励，唔好安尼讲。